8月7日立秋一到，有4個生肖會率先轉勢。第一個上半年做咗成堆嘢都冇人睇見，去到立秋之後過號累積嘅能力，終於有機會換成真金白銀。第二個最值得等嘅唔係身材，而係一筆拖到自己幾乎死心，以為收唔返嘅舊錢。第三個會由幫人執手尾，慢慢行到有位置有話事權，連收入都開始跟住喐。最後一個先最反常，佢上半年可能係4個入面最亂最辛苦嗰個，合作反覆人事拆夥，收入一入一出。但正正因為錯嘅人同錯嘅局已經被逼住清走，立秋後反而最容易打開一條翻身路。不過有一點一定要聽清楚，4個生肖入面有一個最容易一見財運翻嚟就急住加碼，急住追翻之前失去嘅錢，結果機會先啱啱出現，筆錢未待暖又俾自己送翻出去。今日會逐個講清楚邊4個生肖開始起勢，佢哋嘅財究竟由邊度嚟，立秋後最先出現咩信號，同埋每個生肖最容易犯邊一個錯。第一個立秋後最容易將能力變成收入嘅生肖就係生肖雞。屬雞嘅朋友，你上半年最難受嘅未必係冇嘢做，而係做得最多，功勞同收入卻一直唔成正比。公司有問題揾你，同事搞唔掂揾你，客人投訴又係你執手尾。但真正升職加薪或者派獎金嗰陣，你個名永遠排喺後面。立秋後呢個局勢最容易出現第一次反轉。你自己或者屋企人有冇屬雞、屬龍、屬猴、屬鼠？可以先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財運起勢。呢4個字唔係話留言之後就一定中橫財，而係提醒自己機會返嚟嗰陣要睇得清，應該收嘅要收，應該停嘅要停，唔好再用上半年嗰套錯誤方法將好運推走。亦記得訂閱風生水起堂，之後每逢重要節氣、家宅轉世、生肖財運同晚年守財關口，我都會提早同大家拆清楚。唔係淨係講邊個生肖會旺，而係講明財由邊度嚟，咩信號先代表真轉機，邊一個錯最容易由行運變破財。立秋唔代表香港即刻轉涼，亦唔係一過呢個節氣，戶口就會無端端多一筆錢。立秋真正帶來嘅轉變，係節奏由夏天一路向外衝，一路消耗，慢慢進入整理取捨、結算同收成。夏天重速度，有機會就想搶，有問題就想即刻解決。有啲人未睇清楚條件已經答應，未收到錢已經計劃點使，未確定合作已經將其他選擇全部推走。去到秋天之前做過嘅事情開始要睇結果，邊個真係有能力，邊個只係識得講，慢慢分得出邊筆錢應該找數，邊份責任應該結算，邊件事拖咗咁耐仍然冇結果，亦冇得再靠一句遲啲先算一直拖落去。所以立秋後最先出現嘅轉運信號，通常唔係突然中獎，好多時係一個好耐冇聯絡嘅舊客突然揾返你，一筆拖咗幾個月嘅款項，對方終於肯俾實際日期，公司有人離開之後，原本冇人睇到嘅位置空咗出嚟，一件傾極都傾唔成嘅事，突然有人肯坐低重新講條件，又或者你終於睇清楚邊個合作只係一路消耗你，停止之後手上真正剩低嘅錢反而多咗。立秋後最先行運嘅未必係上半年最順嗰個，有時反而係上半年已經跌過痛過清過一次嗰批人，因為錯嘅安排開始鬆動，錯嘅合作亦露出真面目。只要自己唔再反轉頭，行返入舊局，空出嚟嘅位置先有機會俾真正適合你嘅人同機會入嚟。先講生肖雞屬雞嘅人通常眼快手快，做事細緻，亦容易察覺其他人忽略咗嘅問題。同一份文件，人哋望完覺得冇事，你會發現一個日期寫錯。同一個工作流程，人哋覺得一直都係咁做，你會睇得出入面有個位置遲早出問題。同一個難搞客人，其他人嫌麻煩，你反而知道應該點講，先講邊一句先可以令對方收火。呢份能力其實好值錢，但屬雞嘅朋友最容易遇到一個局面，就係你做得越好，身邊人越習慣將事情推俾你。第一次幫手，人哋會講多謝；第二次幫手，人哋會話你最熟；去到第三次連問都唔問，直接將問題擺上你張台。慢慢幫忙變成責任，額外工作變成日常。人哋做唔掂，叫你頂，你頂得掂就證明下次仍然可以交俾你。但真正分功勞、調醒職位、加人工或者派獎金嗰陣，管理層可能只記得邊個識做佈局，邊個開會時講得響，反而睇唔到一直企喺後面執正所有細節嘅。你有位50幾歲屬雞嘅女士喺同一間公司做咗10幾年，新人入職，
佢教系統出問題，佢處理客戶投訴，主管叫佢幫手安攔，同事放假佢頂，有人突然辭職，仍然係佢孭住2個人嘅工作，直至公司揾到新人，但幾次升職都冇佢份。公司俾佢嘅理由仲講得非常好聽，話佢太重要，原本崗位暫時冇人可以取代。呢句說話表面係讚，實際上係將一個能幹嘅人困喺原位。公司需要你，但唔願意俾你相應位置。你越可靠就越多責任落喺你身上。上半年佢已經攰到想辭職，但又擔心自己年紀唔細，出去未必揾到合適工作。去到立秋前後，原本負責嗰位主管突然離職，公司一時間先發現，真正知道所有流程點運作，所有客戶點處理，邊個環節最容易出錯嘅，原來唔係離開嗰個人，而係一直企喺後面執手尾嘅佢。管理層叫佢暫時頂住，以前嘅佢可能立即答冇問題，我做住先。但今次佢冇再咁快應承，佢唔係拒絕，而係先問清楚頂幾耐，負責邊一部分有冇真正決策權，原本工作邊一部分會交俾其他人，職位同待遇會唔會同步調整。公司最初仍然想用一句大家幫手過渡下，將件事輕輕帶過，但佢今次冇退，因為佢終於明白，如果自己再次冇條件接手，幾個月之後所有人又會當成理所。當然最後公司正式調整咗佢嘅職位，亦增加咗津貼。呢筆唔係天跌橫財，係佢做咗10幾年嘅能力，終於有機會換成應有回報。所以屬雞立秋後最容易出現嘅第一種財係待遇調整，未必一開始就係人工大幅上升，亦可能係管理津貼項目、獎金、佣金分紅或者額外責任終於有合理補償。第二種財係技能開始有人願意俾錢。你以前一路免費幫人做嘅事情，可能開始有人正式揾你接單，有人熟悉賬目，有人識處理文件，有人做咗幾十年維修，睇一眼已經知道問題喺邊，有人識教學安排活動，又或者最擅長同難搞嘅客人溝通。以前你覺得只係順手幫下，立秋後可能有人正式問你，可唔可以幫手做一個項目，可唔可以做顧問，可唔可以培訓新人。第三種財係舊客同熟人轉介。屬雞做事如果一直可靠，客人未必日日讚你，但真正需要一個穩陣嘅人時，第一個就會諗起你。不過屬雞立秋後最容易錯過財運嘅原因，亦係同一個，就係太怕人哋覺得自己計較。朋友揾你幫手，你話屬運唔收錢啦；公司加責任，你話做住先，遲啲再講。客人不停修改，你又覺得開口加費用唔好意思，結果工作越來越多，收入就冇真正增加。屬雞要記住，合理報酬唔係氹心，係對你時間、經驗同專業最基本嘅尊重。機會嚟到時，唔好淨係問自己做唔做得到，你仲要問做完之後呢件事會唔會增加你嘅價值？對方有冇講清楚責任？有冇合理回報？會唔會又係出事就揾你？成功就冇你份。屬雞立秋後唔係邊個開口都接，最值得接嘅係可以累積口碑、提升位置，下一次報酬可以更加合理嘅事情。最唔值得接嘅係責任一大堆界線完全唔清楚，最後仲要不停免費修改嘅工作。生肖雞嘅財係能力終於被計價，而第二個生肖就唔同佢立秋後最值得留意嘅，未必係有冇新客送上門，而係一筆自己追到心淡差啲，當作收唔返嘅舊錢。第二個生肖係龍，屬龍嘅朋友，2026年上半年容易遇到一種局面，事情唔係完全失敗，但就一直卡住。一個項目傾到七七八八，對方突然話再研究下一筆佣金，明明應該結算，公司就話文件仲未齊，一間物業本來有人想租，臨尾又因為條件差少少而擱置。朋友欠住你一筆錢，每次都有理由，但每次都冇實際日期。屬龍嘅人通常有氣勢，亦唔中意俾人睇到自己追得太緊。第一次問，對方話快啦；第二次追，對方話你唔使擔心；第三次你可能已經唔好意思再出聲。怕人哋覺得你急住用錢，亦怕追得太緊傷感情，所以屬龍最容易將一筆本來應該清清楚楚嘅賬變成大家心照。對方話有錢就俾，你覺得大家熟寫到白紙黑字太難睇，結果一拖就半年甚至1年。有位屬龍嘅男士做小生意，之前有個合作伙伴欠住佢一筆貨款，最初對方話月底比月底到咗，又話大客仲未找數。再過1個月，對方話公司周轉緊張，叫佢睇戀屬龍。男士念住大家合作多年，又怕追得太緊，對方以後唔再落單，所以一路忍。
但佢自己一樣要找供應商，一樣要交租，一樣要出人工，對方拖住嗰筆錢，實際上就係由佢同屋企人幫對方孭緊現金流。去到上半年尾，佢已經打定輸數，覺得筆錢可能真係收唔返。立秋前後，對方主動揾返佢提出分期處理，以前嘅佢一聽到有得俾，可能立即心軟，對方話點就點。今次佢冇再只靠口頭，雙方將欠款總數、每期金額、付款日期全部寫清楚，第一期亦要即時落實。真正嘅轉勢唔係對方一夜之間俾清晒，係一件原本冇下文嘅事，由得個講字變成有日期，有第一筆有責任。屬龍立秋後最容易出現嘅第一種財就係舊數收回，唔一定係私人借款，亦可能係拖延嘅佣金報銷、尾數、工程款合作分成，或者一份早應該結算但一直冇人跟進嘅報酬。第二種財係舊客重新合作，但一定要記住，舊人返嚟唔代表舊問題已經消失。以前點解停過係付款慢，係責任唔清，係對方成日臨時改條件，定係每次賺錢就話大家有份，出問題就全部推俾你。重新合作之前要先處理返原本嗰道裂口。第三種財係資產開始喐動，之前想放租轉讓出售或者重新使用嘅東西，立秋後可能重新遇到較認真嘅對象。但屬龍最大陷阱就係一見舊局有轉機，立即加碼，對方還返第一期，你就覺得信用已經完全恢復，再俾新貨，舊客重新揾你，你就當以前所有問題冇發生，項目啱啱有少少起色，你就再投入更多資金。屬龍一定要醒定啲，舊機會可以重開，舊風險唔會自動消失，先收返應該收嘅，先睇對方有冇連續幾次守承諾，先將價錢、責任、付款方式講清楚，唔好因為終於見到一點曙光，就立即將所有底牌交返出去。有啲屬龍朋友重面子，覺得追數好似自己好等錢使，但追返應得嘅錢唔係冇面，真正對自己同屋企人唔公平嘅，係你為咗保持表面和氣，任由自己家庭替對方承擔壓力。屬龍立秋後一定要做一件事，將所有未完成、未結算、未回覆嘅事項寫出嚟，邊個欠你答覆，邊筆錢未到，邊份文件未簽，邊件貨未交，邊個合作仍然只係靠口頭承諾，每一項旁邊寫低下一次，跟住日期唔好寫得閒再問，要寫清楚幾月幾日處理。立秋所講嘅收，唔係坐喺度等人將錢送返嚟，係將應該結算嘅事情重新擺返上台。生肖龍嘅財係舊局開始有下文。第三個生肖嘅轉勢就更加直接，立秋之後佢唔單止容易遇到新機會，連身邊邊個真係肯幫，邊個只係識得利用佢，亦會開始睇得清。第三個生肖係猴，屬猴嘅朋友，上半年可能有能力，但未必有位置。你反應快，處理突發事情亦快。人一多，事情一亂，其他人開始慌，你反而比較容易揾到方法。但平時公司風平浪靜，管理層未必睇得出你真正值幾多。有啲人平日識得講，開會永遠第一個出聲。屬猴就可能嫌太多廢話，覺得做好件事最實際，結果平時功勞俾識得表現嘅人拎走，真正出事時，大家先記得揾你救場。立秋之後，整體節奏開始進入，重新安排整合資源同處理，結果公司重組主管更換，團隊有人離職，原本拖住嘅項目要揾人執正。呢啲情況對其他人可能係麻煩，對屬猴反而係顯出真正能力嘅機會。有位屬猴嘅中年男士喺公司一直做技術工作，佢唔太中意擦鞋，亦唔會日日走去同上司講自己做咗幾多。平時項目順利，大家覺得佢只係其中一個普通員工。有次公司一個重要項目突然出問題，原本負責人處理唔到，客戶日日追，公司內部亦互相推卸，管理層臨時叫佢頂上。佢用2個星期重新整理流程，將最容易出錯嘅位置逐個拆開，再將責任分返清楚，最後按時交到結果。以前佢一向識做，但冇人當佢係核心。今次危機一出，大家先真正睇到邊個只係識得佈局，邊個先有能力收拾局面。項目完咗之後，公司想佢繼續負責下一個。以前嘅佢可能即刻話冇問題，但今次佢先問清楚，上一個係臨時救場，下一個係咪正式責任？如果正式負責，團隊有幾多人，自己有冇決策權，公司會俾乜資源待遇，同項目獎金點安排。屬猴立秋後最容易出現嘅第一種財係位置上升之後帶來嘅收入，由普通執行角色變成項目負責人，由幫人做決定
變成自己有真正話事權，由臨時救場變成正式管理，待遇未必第一日就大跳，但只要位置變咗，之後談薪酬、獎金同資源嘅空間就完全唔同。第二種才係項目費、顧問費或者解決問題帶來嘅額外報酬。屬猴真正值錢嘅地方，往往唔係日日做同一件事，而係人哋搞唔掂嗰陣，佢可以快速將一團亂拆開。第三種才係舊同事或者舊拍檔介紹嘅合作，以前一齊做過事嘅人最清楚你真正能力。當佢轉咗公司、升咗職或者開始新項目，可能第一個返嚟揾你。不過屬猴最大風險唔係冇機會，係機會一多就覺得自己全部都做得到㗎。揾你幫手，你答應。越有合作，你又想保留，公司有新責任，你覺得可以兼顧，朋友叫你接副業，你又怕錯過，最後每一邊都做得七七八八，冇一邊真正做得最好。屬猴唔係冇能力，係時間、精神同信用始終有限。一個人同時應承太多，最先跌嘅未必係工作質素，而係別人對你嘅信任。所以立秋後屬猴唔係邊個揾都應承，最值得揀嘅係可以俾你真正位置、合理報酬同長期發展嘅一兩件事。有啲合作只係叫你救火出事就揾你，有成果就冇理法。呢啲即使有少少快錢，都未必值得你長期消耗。有啲位置責任大，但公司願意俾資源權限同合理待遇，呢種先值得認真把握。屬猴亦要小心太早將所有計劃講晒俾人聽，一見到機會立即同10個人分享。合作未落實就已經講到自己準備大展拳腳，職位未確定已經當人工會加，合約未簽就當成收入真正嘅機會要先做實，再講對方未付款，嗰筆唔叫落袋，職位未落實，唔好先使咗預計會多出嚟嘅錢。生肖猴嘅財係位置判斷同救場能力，最後一個生肖就完全相反。佢2026年上半年可能係4個入面最辛苦，工作、人際同收入都容易反覆，甚至有啲人已經覺得點解自己做乜都好似唔對路。但最奇怪嘅係立秋後真正有機會翻身嘅，偏偏就係佢。最後一個生肖係屬鼠嘅朋友，喺馬年容易感受到外面節奏同自己唔配合你，本來想穩穩陣陣行，身邊人就突然改規則。原本傾好嘅事情，去到最後一步，有人反口，收入未必完全冇，但現金流容易一入一出。啱啱收返一筆屋企或者工作又有新開支，人際方面亦容易出現分離拆夥或者重新分工。有啲屬鼠朋友上半年最痛嘅係自己一直想維持一段關係或者合作，但對方其實已經冇心，你不停補位，對方甩底，你執手尾，對方成本唔夠，你先跟住對方承諾會改善。你又再等一次，你以為自己係重情守承諾，但有啲合作根本就係對方利用你嘅責任感，將風險一路推俾你。所以屬鼠上半年遇到嘅一部分變動，未必全部係壞事。有啲人唔離開，你永遠要替佢執手尾；有啲項目唔停，你仍然會將錢一路擺落錯嘅地方；有啲合作唔拆，你永遠睇唔到真正落喺自己袋入面嘅收入。有幾少有位屬鼠嘅人士，上半年同朋友合夥做生意，表面上兩個人係拍檔，實際上大部分成本、租金同日常營運都由佢處理。對方最擅長係開口講大計劃，真正需要落手就永遠話自己有人脈。有更重要嘅事，要跟生意有收入時，大家分出現虧損時，屬鼠嗰個就先保住，佢一直唔肯拆夥，因為覺得已經投入咁多，依家離開就等於前面全部白做。但上半年一次嚴重爭拗之後，兩個人正式分開。最初佢覺得自己行衰運，連多年合作關係都保唔住，但拆夥幾個月之後，佢先慢慢睇清，原來過去唔係生意完全冇收入，而係太多成本同無效開支由自己承擔。立秋前後一批以前嘅舊客直接揾返佢收入，未必一下暴升，但少咗一個長期消耗成本嘅人，真正落袋嘅錢反而多咗。呢個就係屬鼠立秋後最大反轉。最重要嘅財未必係突然多咗一筆，係終於冇再俾錯嘅人、錯嘅合作同錯嘅決定繼續吸走。立秋後屬鼠第一個改善未必係戶口數字，反而係判斷開始清晰，以前怕失去，所以乜都想留住。立秋後開始明白，有啲關係留得越耐代價越大。以前覺得停手代表失敗，立秋後先睇得出及早止蝕，先係保住翻身本錢。屬鼠最容易出現嘅第一種財係舊人脈帶來新工作或者新合作，但呢個舊人未必係上半年一路拖住你嗰批人，
好多時係以前合作愉快、互相尊重，但後來因環境而少咗聯絡嘅舊同事、舊客或者舊拍檔。第二種財係停止錯誤開支之後守翻住嘅錢。有人覺得冇多賺就唔叫財運，其實每個月少咗一筆冇底動支出，半年之後留低嘅錢，可能比你接多一單生意更加實際。第三種財係轉換跑道之後逐步改善嘅收入，屬鼠立秋後唔適合孤注一擲，但適合用小步試新方向，先試副業，接一兩個新客，先將一部分時間放去真正有回報嘅事情，等新路開始穩定再逐步增加。但屬鼠最容易犯嘅錯亦正正出現喺呢個時候，因為上半年太辛苦，所以一見到第一個新機會就想一次過翻身。有人話有個項目可以賺翻之前損失，有人叫你借一筆錢加速啦，有人話只要今次落重注，過去失去嘅全部可以追回。屬鼠一定要醒定啲，真正轉運係停止錯誤循環，唔係再落一場更大嘅賭注。如果一個機會需要你動用退休錢、醫療錢，甚至借貸先可以參與，嗰件事就算講得幾好聽，都唔係適合你嘅翻身機會。屬鼠立秋後要用小步試路，新合作先由細開始，新客先收訂金，新項目先睇第一階段。結果唔好一次過將所有資源放落去。上半年已經教咗你，承諾唔等於結果。立秋後要睇嘅係實際行動。屬鼠仲要處理一種人情，就係同一個人反覆出現同一個問題。第一次可以係意外，第二次可能係判斷錯誤，第三次仍然係同一個窿，就唔係運氣問題，而係模式問題。你不停幫對方補，只會令對方唔需要改。生肖鼠嘅財係止晒，重新選人，同埋將資源放返喺有結果嘅地方。講到呢度，4個生肖嘅財路已經完全唔同。生肖雞係能力變現，過去做咗好多冇人計價嘅工作，立秋後有機會轉成職位、待遇、佣金、項目費或者副業收入。生肖龍係舊錢回流，拖延嘅款項、舊客資產同鄧志合作重新有進展，但一定要先落實，再考慮加碼。生肖猴係位置上升，靠判斷力、夠長能力同重新分工得到更重要位置，但機會越多，越唔可以乜都應承。生肖鼠係止濕翻身，停止錯誤合作，減少無底洞開支，重新選人，真正落袋嘅錢先會慢慢增加。自己唔係呢4個生肖，係咪立秋後就完全冇機會？當然唔係。節氣轉換唔係只影響4個生肖，只係呢4個生肖較容易喺工作、舊數、人事同指日方面先感受到變化。其餘生肖一樣可以把握立秋之後嘅整理同收成節奏，而且就算有份上榜，都唔代表可以坐喺屋企等財到。立秋後真正拉開差距嘅係3個動作。第一個動作，清一次未完成清單，好多錢唔係冇，而係卡喺未完成，做完工作未開單，交咗貨未追尾數，講好加津貼但冇再確認。有人話會答覆，你就一路等。有件資產想處理，但文件永遠差一份，你可以拎一張紙寫低所有未完成事項，邊個欠你回覆，邊筆錢未結算，邊份合約要跟進，邊件物品或者資產一路冇處理，邊項工作已經做完，但報酬同責任仍然未講清楚。每一項旁邊寫低一個實際日期，唔好寫得閒再問，要寫清楚幾月幾日跟進。立秋所講嘅收，唔係等天送收成，係將自己做過但未完成結算嘅事情逐件執正。第二個動作，揾返一個真正有來往嘅舊人，唔係群發信息，問所有人有冇發財機會，亦唔係突然向10年冇聯絡嘅人借錢，係諗一位以前合作愉快、互相尊重，但後來因環境而少咗來往嘅舊同事、舊客或者舊拍檔，真誠問候近況，講下自己近年做緊乜，交換行業消息。真正嘅機會好多時唔係由完全陌生嘅人帶入嚟，而係由一個本身知道你能力同信用嘅人重新連接。但聯絡舊人唔好一開口就推銷，先恢復真實來往，有合適機會自然會出現。第三個動作，所有大額決定都要留冷靜期。立秋轉勢，最怕一有好消息就覺得自己做乜都會贏，對方話你行緊大運，有人話今次錯過就冇，自己啱啱收返一筆舊錢，又立即想將整筆錢投落新項目。凡係涉及大額投資、替人擔保、借貸轉行或者唔熟悉嘅合作，都唔好即日拍板，至少查清楚資料，問一個唔會從中獲利嘅人，睇清退出條件，再問自己，最差情況發生時，我承唔承受得到？行運唔代表風險消失，
真正幸運嘅人係機會到面前時分得到真假，唔會因為一句好聽說話就將多年積蓄交出去。立秋後仲有5個細微信號，可能代表事情開始轉勢。第一個信號係沉默咗好耐嘅人突然有實際回覆，唔係又講遲啲，而係俾到日期文件或者第一步行動。第二個信號係你開始敢拒絕一件長期消耗自己嘅事，以前明知唔合理都照做。立秋後突然覺得唔可以再咁落去，呢種清醒本身已經係轉勢。第三個信號係舊客、舊同事或者以前合作過嘅人重新揾你，但你要睇清楚對方係真正帶機會，定係又想將麻煩推返俾你。第四個信號係一個位置突然空出嚟，有人離職，團隊重組，家庭責任重新分配，原本冇位俾你發揮嘅地方，開始需要一個真正做得到嘅人。第5個信號係收入未明顯增加，但浪費同無效支出開始減少，有人停止替人填窿，有人退出一段虧損合作，有人將用唔着嘅資產重新處理，錢冇再漏，已經係財運開始回穩嘅第一步。立秋大洗牌，洗嘅唔一定係邊個突然富，邊個突然窮，真正被重新排列嘅係你身邊嘅人手上嘅責任錢流向邊度，同埋自己仲願唔願意繼續用上半年嗰套方法生活。有啲人運勢已經開始鬆，但仍然死守一段冇結果嘅合作。有啲人機會已經出現，但因為怕談報酬，再次免費孭晒所有責任。有啲人舊錢開始返，但第一筆到手就急住再加碼。亦有人終於有機會離開錯局，卻因為唔甘心過去投入，反轉頭行返入去。所以真正嘅幸運唔係只靠外面環境變，係環境俾咗你第二次機會時，你有冇作出同以前唔同嘅決定？屬雞嘅朋友，立秋後唔好再收埋自己能力，應該談清楚嘅待遇要開口。屬龍嘅朋友，舊事有轉機，先將應得嘅收返，唔好俾一句重新合作沖昏頭。屬猴嘅朋友，機會越多越要識揀，真正值錢嘅唔係你有幾忙，而係你做緊嘅事情有冇令自己位置提升。屬鼠嘅朋友，上半年逼你清走嘅人同事未必係失去，可能係為下半年騰出位置。你或者屋企人有冇屬雞、屬龍、屬猴、屬鼠？立秋之後最希望等到嘅係工作轉機，舊數收回，位置提升，定係終於擺脫一個拖累你好耐嘅安排？可以喺留言區講低生肖同最想改善嘅方向。假如你希望立秋後睇清機會，守住本金，應該收嘅收返，應該放嘅放低，就留低4個字：財運起勢。亦記得訂閱風生水起堂。之後每逢重要節氣、家宅轉換、生肖運勢同晚年守財關口，都會提早同大家拆清楚。唔係只講邊個會旺，而係講清楚財由邊度嚟，邊個錯最容易破局，同埋普通人當下可以做乜。因為最有價值嘅提醒，唔係事情發生之後先講早知，係變化未到之前已經有人叫你醒定啲。立秋大洗牌，唔係所有人一夜交換命運，係有人仍然抱住上半年嗰套錯誤方法。有人已經開始重新整理自己嘅人錢同機會，應該追嘅追清楚，應該談嘅談明白，應該停嘅唔好再拖，應該把握嘅就用穩陣方法逐步行真正嘅大運。唔係財一嚟就亂衝，係你終於有智慧知道邊筆要收，邊個局要停，邊個人值得同行。立秋後大洗牌，願你洗走舊耗損，留住真機會，財運起勢，家運漸旺。下半年一步一步行得穩，接得住，守得牢。